你平時去街市行埋魚檔，有冇見過一啲神奇嘅現象？明明個水盤入面啲魚條條都反晒白肚，側晒身好似就嚟斷氣咁，但係只要個魚販攞支棍輕輕一篤，或者加啲水落去，啲魚竟然好似死而復生咁，即刻生猛晒，仲係咁挑。最震撼嘅係咩？係呢啲魚竟然只係賣30蚊一條，30蚊咋喎？今時今日喺香港買個茶餐廳下午茶都未必夠錢，竟然可以買到一條咁大條嘅游水魚。你以為自己執到寶？以為係老闆大放血？醒下啦！呢個世界邊有咁大隻乸隨街跳㗎？琴日仲係死死下，今日就變咗游水魚。呢啲唔係奇蹟，而係黑科技，甚至可以話係化學魚。今日我就要同大家一齊揭開呢啲街市30蚊游水魚嘅恐怖黑幕，帶你睇清楚呢啲化學僵屍魚到底係點樣整出嚟嘅。睇完之後，我保證你以後去街市買魚都要打醒12分精神。講起呢啲30蚊魚，大家最常見嘅通常都係魚、大口魚或者係一啲淡水魚。你行過魚檔，見到個大膠盤寫住特價30蚊條，啲水濁到不得了，但入面啲魚仲喺度掙扎緊。好多師奶老人家見到咁平，又見佢仲識喐，心諗喂，游水魚嚟喎，30蚊真係抵到爛啦，買返去清蒸又一餐。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啲魚點解可以賣到咁平？正常一條健康由魚場新鮮運到嘅游水魚，計埋運費、租金、人工，成本都可能唔止30蚊。咁呢啲30蚊魚係邊度嚟嘅呢？其實呢啲魚好多時都係所謂嘅過底魚或者病殘魚，可能係琴日賣唔晒，已經奄奄一息嘅魚，又或者係喺運輸過程中受咗傷，感染咗細菌，生命力已經去到臨界點嘅魚。正常嚟臨，呢啲魚一係就變死魚平賣，一係就直接 discard。但係為咗賺到盡，有一啲黑心商販就會用一啲特殊手段幫呢啲魚續命。呢種續命大法最常用嘅就係化學添加劑。你有冇聽過有一種嘢叫魚精或者過氧碳酸鈉？呢啲嘢喺一啲化工鋪或者網上好容易就買到。只要將呢啲白色粉末撒落水入面，啲粉末就會即刻釋放出大量氧氣。啲魚喺缺氧、瀕死嘅邊緣，突然吸到咁高濃度嘅氧氣，神經系統會受到極大刺激，就會產生一種假性興奮。你會見到佢哋好似好生猛咁不斷游，甚至跳出水面。但呢種生猛係維持唔耐嘅，佢哋嘅內臟其實已經衰竭緊。更恐怖嘅係，為咗等啲魚睇落去個色水靚啲，唔好咁快有腐爛嘅跡象，有啲人會喺水入面加埋孔雀石綠。呢種嘢係一種工業染料，亦都係一種強效嘅殺菌劑。加咗之後，就算條魚身上有傷口、有霉菌，都會被掩蓋住，魚鱗睇落去仲會發出一種唔自然嘅光澤。但係大家都知道，孔雀石綠係強烈致癌物，喺香港係嚴禁喺食用魚上面使用嘅。你試諗下，你以為買緊一條新鮮嘅游水魚，其實你係買緊一條浸過化學劑、神經被強行喚醒嘅僵屍魚。呢啲魚嘅肉質其實已經開始變壞，入面可能充滿咗化學殘留同細菌。如果你買返去清蒸，你就會發現點解條魚蒸出嚟啲肉咁散，完全無魚味，甚至有一種淡淡嘅藥水味。有人會問：咁政府唔管咩？食環署唔查咩？問題係呢啲黑心商販好精，佢哋通常唔會將呢啲化學粉末放喺大眾睇得到嘅地方。佢哋可能喺朝早開檔之前，或者喺魚盤底部做手腳。而且呢啲化學物質喺水入面好快會稀釋，除非即場攞啲水去化驗，否則好難攞到證據。我哋再嚟講下呢啲30蚊魚嘅來源。喺2026年初嘅今日，雖然兩地物流已經好發達，但係要維持游水魚嘅鮮活度，成本依然好高。有一啲非法渠道會將一啲內地魚場棄置嘅藥殘超標嘅魚偷偷運嚟香港。呢啲魚喺當地可能幾蚊人民幣一斤都冇人要，因為當地人都知呢啲係藥罐子長大嘅魚。但係運到嚟香港，披上一層游水嘅假象，賣30蚊條，利潤依然好驚人。
大家去街市嘅時候，一定要學識點樣分真生猛同假生猛。真正健康嘅游水魚，佢游水嘅姿態係平衡嘅，呼吸係規律嘅。而嗰啲化學僵屍魚，佢哋通常係打橫游、打轉，或者係好似發神經咁無端端衝一陣，然後又停低。你再睇下佢對眼，正常魚嘅眼係清澈突出嘅，化學魚嘅眼通常係渾濁、凹陷，甚至已經出血。仲有啊，你要留意個水盤。如果個水盤入面啲水多泡到不得了，而且啲泡好耐都唔散，或者陣味好怪，唔係正常嘅魚腥味，而係有一種化學味，咁你就要小心啦。呢啲水入面肯定加咗料。講到呢度，我諗起我之前去過一個街市，見到一個阿伯，佢係一個做咗幾十年嘅老魚販，佢而家已經退休啦。佢同我講過一啲行內嘅潛規則。佢話以前賣魚講究嘅係信用，邊一檔嘅魚靚，街坊鄰里都知。但係呢十幾廿年，競爭太大，租金又貴，有啲後生一輩或者新嚟嘅檔主，為咗生存，就開始走捷徑。佢話最常見嘅就係將一啲已經死咗幾粒鐘嘅魚，放入一隻叫海水精同增氧劑溝出嚟嘅水入面。呢啲水可以令死魚嘅肌肉神經產生微小嘅電流反應，令到魚鰭望落去仲會喐。阿伯話：細路，你見到啲魚好似抽筋咁喐，千祈唔好買，嗰啲叫回光返照，食落肚真係攞條命嚟搏。我哋香港人最中意講性價比，但係喺食物安全呢件事上面，真係冇得評。你諗下，一個人去捉魚、養魚、包裝、運輸、過關、批發，再送到街市，最後由魚販賣俾你。呢個過程入面，每個人都要賺錢，每一步都要成本。如果最後到你手只係30蚊一條，仲要係游水嘅，你覺得合唔合邏輯？如果你真係想食平魚，唔係唔得。你可以買冰鮮魚，或者買一啲當造、產量多嘅魚種，例如係泥鯭、池魚呢類。雖然唔係名貴魚種，但起碼係自然捕捉或者正常養殖，唔使靠化學嘢嚟撐門面。再講返呢啲化學物質對人體嘅傷害，過氧碳酸鈉雖然分解之後會變成人畜無害嘅嘢，但係如果入面含有雜質或者係工業級嘅產品，入面嘅重金屬含量就可能超標。長期食用呢啲化學魚，對肝臟、腎臟嘅負擔係好大嘅，特別係對小朋友同老人家，佢哋嘅身體排毒能力比較弱，影響就更加深遠。我有個朋友20零30歲左右，好中意食魚。有一排佢為咗慳錢，經常去買呢啲平價游水魚食。點知食咗1、2個月，個人成日覺得皮膚痕，仲成日肚屙。去睇醫生查咗好耐，最後發現係輕微嘅化學中毒。雖然無生命危險，但係都要調理咗好耐先好返。所以話呢啲錢真係唔慳得。除咗化學劑，仲有一種手法叫換水大法。有啲魚檔會將一啲生病嘅魚放喺一個特定嘅缸入面，入面加咗抗生素同興奮劑。等個客揀好咗，佢就即刻攞出嚟抌死去鱗。客以為見住佢生猛咁捉出嚟，一定冇問題。但其實條魚體內嘅藥物含量已經爆晒標。所以我建議大家去街市買魚，最好去一啲有信譽、開咗好耐嘅老字號，唔好邊度平就去邊度。同埋同魚販建立好關係都好重要。你經常幫襯佢，佢就唔好意思次次都賣啲差嘢俾你。如果你見到啲魚檔，條條魚都好似中咗邪咁喺度亂跳，但係個價錢平到你唔信，咁你最好都係行快2步，唔好俾個價錢蒙蔽咗你嘅智慧。其實呢種化學僵屍魚嘅現象，反映咗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就係我哋對食物嘅過度追求性價比。我哋想要最平嘅價錢，又要最高嘅品質，呢種心態往往就俾咗啲黑心商家可乘之機。喺呢個資訊爆炸嘅2026年，我哋更應該學識點樣去分辨真假。我有次喺深水埗嗰頭嘅街市，見到一個阿媽帶住個細路買魚，個細路指住盤30蚊嘅魚話：媽咪，
呢啲魚好生猛啊，佢哋喺度跳舞啊。個阿媽仲話：係啊，我哋買條返去煮俾你食。我喺隔籬聽見，真係心都寒埋。我很想衝過去同佢講，呢啲唔係跳舞，呢啲係死亡掙扎。但我知道，如果我咁講，個魚販可能會攞把魚刀追住我，所以我只能夠透過今日呢個機會，話俾大家聽呢啲真相。大家記住，真正嘅新鮮係由內而外嘅。一條好嘅魚，肉質應該係有彈性嘅，鱗片係緊實嘅，係鮮紅嘅。如果一條魚符合晒生猛嘅表象，但係又賣得異常咁平，咁佢背後一定有一個你唔想知嘅秘密。我哋再深入啲去探討一下呢啲化學劑嘅運作原理。當過氧碳酸鈉放入水入面，佢會迅速分解成碳酸鈉同過氧化氫。過氧化氫其實即係雙氧水，佢會分解出大量活性氧。呢啲活性氧對魚類嘅部有強烈嘅刺激作用，令到魚類被迫加速呼吸，從而帶動血液循環加快。呢種感覺就好似一個人飲咗幾十罐紅牛咁，個人會變得極度亢奮。但係呢種亢奮係以消耗生命力為代價嘅。啲魚嘅心臟會跳得好快，血管會擴張，甚至會造成內出血。你可以觀察下呢啲30蚊魚死咗之後，你劏開佢，會發現佢入面啲血通常係深黑色嘅，而且內臟會有一種異常嘅腫脹感。呢啲都係化學劑過度刺激嘅後果。仲有一種化學嘢叫福爾馬林，即係甲醛。雖然呢樣嘢喺食品入面係絕對禁止嘅，但係依然有啲喪盡天良嘅人會用極低濃度嘅甲醛水嚟浸泡魚類。咁樣做可以令魚肉保持堅實，唔會咁快變軟變臭。但係甲醛係一類致癌物，長期微量攝入對身體嘅破壞係毀滅性嘅。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話：哎呀，我食咗咁多年都冇事啦，你係咪吹得大咗啲啊？我想同大家講，身體嘅傷害好多時係累積嘅。你今日食一條冇事，聽日食一條冇事，但係10年、20年之後呢？當你到咗50、60歲，身體機能下降嘅時候，呢啲後遺症就會慢慢浮現出嚟。我哋生活喺香港呢個咁繁華嘅城市，食嘢竟然要食得咁戰戰兢兢，其實真係幾悲哀。但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提高自己嘅認知，唔好再做嗰個為咗慳幾蚊而犧牲健康嘅人。如果你去買魚，發現個魚販成日用手遮遮掩掩，或者佢唔俾你近距離觀察個水盤，又或者佢對啲魚嘅來源支支吾，咁呢檔嘢就肯定有貓膩。真正賣靚魚嘅人係唔怕你睇，唔怕你問嘅，佢哋會好自豪咁話俾你聽，呢啲魚係邊度嚟，幾時到貨。喺香港，其實都有好多有心嘅漁民同養殖場，佢哋堅持用天然嘅飼料，堅持唔落藥。雖然佢哋嘅魚會貴一啲，可能要60蚊、80蚊甚至100蚊一條，但係嗰種鮮甜味同埋嗰種食得安心嘅感覺，係嗰啲30蚊薑絲魚永遠比唔上嘅。我希望大家可以將呢個資訊分享俾身邊嘅親戚朋友，特別係屋企成日去街市買餸嘅長輩，佢哋通常都比較節儉，最容易被呢啲平價陷阱誘惑。你要話俾佢哋聽，30蚊買到嘅唔係魚，係化學劑同細菌。2026年嘅社會，物質已經好豐富，我哋唔應該再追求嗰種病態嘅廉價。健康先係最大嘅財富。如果你連食落肚嘅嘢都唔清唔楚，咁賺再多嘅錢又有咩意義呢？我再總結一下揀魚嘅幾個關鍵點：第一，睇價錢，明顯低於市場價嘅游水魚，9成9有問題。第二，睇活動，非正常嘅劇烈掙扎、打轉、側游係化學魚嘅特徵。第三，睇外觀，眼球混濁、魚暗紅或灰白，魚鱗有不自然光澤，都係危險信號。第四，聞味道，水盤有藥水味、漂白水味，即刻走人。第五，睇水質，泡沫多且持久不散，係化學添加劑嘅證明。大家千祈唔好心存僥倖，覺得可能有死雞汁。
喺生意人嘅世界入面，無人會做蝕本生意。如果佢平賣俾你，佢一定係喺另一個地方攞返個成本，而呢個成本往往就係你嘅健康。其實街市入面除咗魚之外，仲有好多嘢都有類似嘅黑幕，例如係啲特別白嘅芽菜、特別鮮紅嘅豬肉，背後可能都有化學嘢嘅影。但係魚類因為係大家追求游水、新鮮嘅心理，所以黑幕特別多。我有一次去一個老區嘅街市，見到個魚販將一啲已經死咗嘅魚放喺個膠桶入面，然後倒入一啲不明液體。過咗大約15分鐘，嗰啲魚竟然真係開始擺動尾巴。我當時真係睇到目瞪口呆。原來呢個世界上真係有起死回生呢回事，不過係用化學藥物堆砌出嚟嘅假象。呢啲僵屍魚通常喺離開嗰種特殊藥水之後，好快就會真係死。所以你會發現，你喺街市買嘅時候仲跳得好勁，但你拎返屋企，未到門口條魚就已經斷咗氣。呢個就係藥效過咗嘅表現。我哋身為消費者，唯一嘅武器就是用腳投票。只要大家都唔買呢啲不明來歷嘅平價魚，呢啲黑心商販就無生存空間。唔好貪嗰10蚊8蚊，最後搞到要睇醫生食藥，咁就真係因小失大。大家記住，食得落肚嘅嘢一定要清清楚楚，寧願食少一餐，都要食得精，食得好。香港人一向都好叻，我哋唔應該喺呢啲咁低級嘅陷阱上面跌倒。今日講咗咁多，係想大家明白，街市入面嘅學問其實好深，唔係話平就一定唔好，但係平到唔合理就一定要懷疑。希望大家以後去買餸都可以帶住一對利眼，睇穿呢啲化學把戲。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心態，我哋平時生活壓力大，工作忙，可能覺得買餸只係一件小事，隨便買完煮完就算。但係其實買餸煮飯係對自己同家人最好嘅照顧，花多一點點時間去挑選優質嘅食材，唔單止係為咗味覺嘅享受，更加係為咗家人嘅健康負責。呢啲30蚊嘅游水魚黑幕只係冰山一角，喺呢個世界上面仲有好多類似嘅商業陷阱。但我相信，只要我哋保持警覺，多啲留意身邊嘅細節，唔好盲目跟風，我哋一定可以過得更加健康，更加明白。如果你下次見到有人喺度搶購嗰啲30蚊游水魚，你可以試下善意咁提醒佢哋，或者你可以將呢啲知識記喺腦入面，保護好你自己同你愛嘅人。2026年，我哋一齊做個精明又健康嘅香港人。祝大家食得開心，食得健康。